一河之隔，天淵之別。日本佔領香港嘅時期係1941年至到1945年。雖然生活困難、糧食短缺、軍管壓迫，但係香港作為國際港口，都擁有好嘅基礎設施、電力、醫療，而部分嘅居民，特別係中上階層，仍可以透過黑市或者其他方法取得物資。日本維持香港後勤基地初期係未完全摧毀城市嘅功能。1938年6月，國民政府誤判形勢，第4戰區調兵北上，支援武漢會戰，導致廣州防守空虛，令至日軍10月迅速攻陷廣州，廣州淪陷。唔單止軍事失利，仲加劇咗華南地區嘅動盪。10月21日，廣州失陷，全市陷入大火，房屋被燒毀，迫使大量廣州嘅市民逃離香港，投靠親人。廣州人口由100萬減到得20萬。1941年11月7號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進攻香港。日軍佔領香港之後，意識到大量人口又要供應糧食資源嘅分配，因此向1942年1月開始，日本軍政廳頒發華人疏散方案，成立歸鄉委員會。呢個係一個大陷阱，針對流浪者、失業者、貧困者，採取慫恿疏散同埋自費疏散。慫恿疏散亦稱為免費疏散，由當局提供住宿、旅費，華人遣返到東莞、太平鎮、江門或者深圳。自費疏散即係自己俾錢同埋同鄉會提供資金離開香港。由於香港難民突然大批湧入廣州，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已經係無法容納咁多人啦，但係又唔允許難民自由離開，於是用疫情檢測為由，迫使到大量嘅難民船隻滯留響南石頭難民收容所附近嘅江面上，形成一個臨時嘅船上難民收容所，陷入無法擺脫嘅困境。日軍對難民實行細菌戰，利用細菌武器實施屠殺，由8604部隊執行。起初用4個水井投入寒霜菌同副寒霜菌，但係難民係唔飲山水，因此惡行未成功。之後改變手段，從東京軍醫學校運咗一種長度嘅沙門氏菌放入稀粥同飲用嘅湯水，難民不知不覺咁飲咗，嗰晚就出現病患者，死亡數字激增。幸存者日軍仲要強迫難民打防疫針，打咗之後發高燒、抽筋，甚至死亡。收容所係實行嚴格武裝守衛，禁止難民同外人隨意出入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。香港難民成為籠中鳥。南石頭難民收容所係當時細菌戰嘅重災區，係死亡陷阱。8604部隊惡行不止於此。8604部隊不時仲做活體解剖，唔係屍體啊，係活體，心臟仲係會跳嗰種啊，殘忍、虐待、變態，令人作嘔。日軍草菅人命，死者就地埋葬，一個搭一個，最後形成一個萬人坑。日軍有組織、有預謀，化學化地屠殺大量香港、廣州同胞。日軍喺呢3年內時間採取嘅殘酷手段，香港人逃難到廣州，俾日軍殘殺，屍骨無存，冤魂未歸。香港人必須銘記沉痛嘅血債，無忘南石頭大屠殺。南石頭難民營中流傳一個打油詩：籠中鳥，欄高飛，不食未足肚又餓，肚痛必屙冇藥止，一定死落化骨池。1947年10月，廣州政府將南石頭化骨池入邊嘅屍骨移到去七星崗，樹立此墓碑。戰爭嘅荒謬，華人嘅血淚，銘記於心。喜歡呢條片，請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出去。